翻嚟咧就係比賽嘅現場啊，咁啊即將就會睇到今日啊喺今日嘅呢個排位練習時間裏邊咧，最後一場嘅賽事就係澳門路車挑戰賽排位賽。咁啊呢班嘅車手啦，都係以本地啦、香港啊、中華台北、中國國內嘅車手咧係組成啦。出車咧，亦都係咁多組裏邊咧最多車參與嘅一個比賽。咁所以咧就非常之熱鬧啊！安仔，我哋而家見到喺維修站裏邊啦，哇排到一條蛇咁樣排落去。係啦，咁啊而家見到咧嗱，雖然我哋鏡頭睇到啊，咁啊天色方面冇咁即係暗，但係現場其實開始暗緊㗎，因為我哋個鏡頭攝影鏡頭咧係比較敏感啲，所以變咗咧就出邊啊似乎仲係即係嗰個亮度唔錯嘅。咁啊加上而家氣温方面咧，亦都開始啊跑到氣温都跌翻到27度啊，咁所以即係代表咧而家天氣太陽一落山咗之後咧，咁啊嗰個現場嘅温度亦都下降咗㗎啦。好啦，咁啊而家見到咧就呢個嘅路車挑戰賽嘅排位賽，同埋出嘅車參賽嘅車嘅數目亦都可以講話最多嘅。咁啊有即係有30分鐘嘅排位，咁啊所以變咗咧車手方面都盡量希望能夠爭取到咧咁啊足夠時間啦去做圈速。係啦，喺呢場賽事嚟講咧，一共有9位澳門嘅車手係參加啦。咁啊，介紹一下啦，包括有1號車嘅歐子宏啦，2號車嘅鄧子俊，咁啊，仲有咧就係9號車嘅梁志浩，咁啊16號車嘅華連達啦，亦都多年啦喺澳門賽場裏邊啦攞到一個好嘅成績，咁啊曾經攞過冠軍啦。巴達華高28號車啊，亦都係一位澳門嘅冠軍級車手。咁啊，仲有61號嘅曾柏賢啦，69號嘅盧卓賢。咁啊，以及咧72號嘅梁健熙，咁啊96號嘅鄭健生咧，亦都有份參與呢場嘅賽事啊。一共有9位嘅澳門車手啊。咁啱先我哋見到咧41號香港車手咧葉俊廷咧嗰部車咧就喺葡京灣嘅緩衝區咧就係出咗去嘅。半個鐘，咁啊對於呢班車手嚟講咧，絕對啊就真係要爭分奪秒啦，因為好多嘅問題咧，佢哋未必啊係預料得到啊。咁啊，所以能夠盡快做一個快嘅時間出嚟咧，係佢哋其中嘅一個策略。係啦，冇錯啦。咁啊，如果你話即係呢個排位，除咗今朝練習之後，呢個排位之後咧，就定咗即係正賽嗰日9個圈嘅比賽嘅排位㗎咯啊。咁啊，所以變咗咧係好大影響嘅佢哋嘅今次嘅比賽嗰個成績㗎啦。冇錯啊，時間對於佢嚟講咧非常之重要啦，因為若果你由第1位可能去到排喺第25位咧，嗰個比賽截然就會完全係唔一樣。咁啊，大家都係採用同一規格嘅呢個賽車啦。若果你要喺後邊追翻上嚟，我相信都幾困難啊。咁啊，當然啦，幾位好有經驗嘅車手啦，包括咧就係巴達華高啊、華連達等等啦。咁啊，鄭健生佢哋都有多年嘅參賽經驗。咁啊，睇下喺呢一個嘅位置嗱，特登咧就係慢翻少少。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嚟緊翻嚟咧將會進入咧就係第一個嘅計時圈啊。咁啊，除咗俾你走先之外咧，亦都俾自己空間去走啊。咁啊，所以即係希望盡量啊，大家有拉個距離咧，咁啊做快時間嘅。黃卓鵬咁啊，香港嘅車手。一車當先啦！喺呢一個嘅比賽裏邊咧，就係第1位啊！喺呢個賽場裏邊咧係做時間嘅。咁啊，睇下第一個圈做成點啦。咁啊，後邊咧所有嘅車輛咧亦都着晒高燈啦，因為我哋亦都見到啊，現場嘅呢個天色咧比剛先啊半個鐘之前咧就係暗咗好多噶啦。咁啊，相信咧佢哋真係要爭分奪秒啦，去做一個快嘅時間。好啦，正式開始，咁啊展開佢哋第一個嘅計時圈。呢一個嘅計時練習啦，咁啊係排位賽嚟嘅，咁啊亦都會影響到佢咧就係正賽嘅呢個成績啦。係啦，冇錯啦，咁啊所以呢個排位賽完之後咧，咁啊就要等到星期六。哎呀，黃尚元啊！喂，佢頭先落嚟嘅時候都有少少甩甩地尾嘅。哇！頭先呢個位置啦，搏到盡啊！喺文華東方嘅呢個彎啦，就左邊車身咧就蹦咗埋欄，好彩咧都仲叫做係救得翻部車。咁但係完全咧就停埋一邊啦，冇辦法就係繼續，因為左邊咧尾沙板啊，或者咧就係嗰個輪胎咧，基本咧就已經係爆咗㗎啦。咁啊唔能夠繼續比賽，好可惜啦！黃尚元中華台北嘅選手。
咁啊喺第一圈都未完成咧，已經就出現咗個問題。好彩部車都執得翻，點解叫好彩咧？除咗有機會喺呢個正賽啦、尾位起步之外啦，咁啊更加重要嘅就係冇撞爛嘢，冇撞爛嘢即係影響唔到其他車手，否則就全部一齊咧陪佢唔使玩啦。大家又再嚟過啦嚇，係大家再嚟咁再整多熱身圈。咁所以變咗可想而知，而家嗰個30分鐘嘅排位對於車手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嘅真係要搏啊！咁啊一開始已經叫搏啦嚇，咁啊另外而家見到話有21號車手，咁啊唔錯喎，陳達文而家嘅時間啊，留意下21號車咧，佢嘅時間咧就已經做咗3段咧係紫燈啊！好啦，再睇翻而家見到咧就黃尚元轉入呢一彎嘅時候，哇緊救到喎，真係。其實都已經係撞咗㗎啦，不過彈翻出嚟嗰下咧，唔係話太硬啦，先至可以立得翻。咁啊，見得到咧，佢頭先入嗰個位置啦，似乎就唔係好貼近 Apex。咁啊，變咗部車咧有少少波去咗左邊啦，崩咗埋欄啊。好啦，75號車，咁啊呢邊咧就係游宇豪啊，嚟自中華台北嘅選手啊。咁啊鏡頭捕捉住幾位咧喺時間方面有比較好啲嘅成績嘅車手啦，包括咧就係21號嘅陳達文啦。咁啊見到咧有4個路段裏邊咧有3個咧就係紫色。咁啊首先做到一個靚嘅時間，11號嘅鍾國希。咁啊嚟自咧就係香港嘅選手啊，2分46秒。跟住咧21號嘅選手咧陳達文咧，亦都做出一個好快嘅時間，2分45秒上咗頭位㗎啦。咁啊澳門車手又如何咧？而家我哋見到96號車嘅鄭健生咧，咁啊暫時2分48秒377咧就係壓住咗第4位喎。嗱呢啲時間都好好嘅，點解咧？因為已經首先第一啦攞到個時間先啦。係啊。咁啊唔好理咧係快定慢啊，起碼有個時間。咁啊有時間即係叫做啦有排名。咁啊打後發生啲咩事都唔知㗎嘛。係啊，跟住發生咩事唔關佢事啦。咁啊走甩咗先，同埋自己攞咗排名先。因為而家仲有咧，就大部分車都仲未做到咧，就1個圈速嘅時間嘅。問另一位澳門車手啊，咁啊見到包大華高，咁啊亦都做到時間啦，排喺第8位啊，2分53秒。嗱當然呢一啲嘅成績咧，同頭車仲爭好遠啊，爭成8、9秒啦。咁但係起碼咧就叫做入咗位先，即係起碼有個時間。假使後邊發生咩事，佢都起碼排喺前10位。咁啊，但係真係快嘅。頭先一路見到咧，就陳達文啦，咁啊，全部幾個路段啊，最後一個路段啊，稍微慢咗少少啦。但係前面嗰4個路段咧，全部都做到紫色嘅。好啦嘛，跟住另外亦都係睇翻其他嘅車手方面啦。咁啊，已經見到咧就盧卓盧卓賢而家目前嚟講咧，都個時間方面啊，幾段路時間都做得唔錯啊！而家暫時嚟講排第10啊，咁啊呢位澳門車手。哇！再睇翻呢邊啊，亦都好精彩啊！前面幾位車手啊，頭先係鍾國希啦，咁啊做嘅時間雖然排緊第2啊，但呢個路段方面咧，亦都係做得快時間啊，包括埋咧就盧朗賢啊。嗱，上一屆嘅呢個路車挑戰賽啦，咁其實澳門嘅車手咧就認真威威啊！頭3個位置咧，全部由澳門車手咧就係包辦嘅。咁啊，當中包括李健明咧就係攞到頭車啦，但係李健明咧今屆賽事咧就係轉戰呢個 GT 嘅比賽，咁所以呢場嘅賽事咧佢就冇參與嘅。咁啊，上一屆嘅亞軍巴達華高，咁啊今屆賽事咧亦都有繼續參加啊，咁暫時咧就係排喺第9。咁啊呢位身經百戰嘅名將啦，澳門名將啦，咁啊而家咧就係 keep 住喺個第9位，咁啊相信咧翻嚟咧第2個圈嘅成績咧絕對會有改善嘅。好啦，呢個時候睇睇鍾國希啊，咁啊翻嚟已經亦都係啊，咁啊第2圈時間應該可能會爬到上嚟第1位，睇下先。鍾國希而家鏡頭影住呢部車。因為佢頭先嘅時間咧，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快啊！冇錯啦，而家鍾國希咧以2分44秒479咧排咗第1位啊！咁啊頭先排緊第1位嘅21號車嘅陳達文咧，而家跌到第2位。咁啊好多車迷咧對於呢一組嘅賽車咧，其實佢哋感覺上咧就係，咦點解個時間爭咁遠嘅？個圈速時間慢咁多嘅？當然啦，佢哋馬力比較細啦，並且咧就係統一規格。咁所以喺競爭方面咧，純粹咧就係鬥車手嘅個人技術同埋佢哋嘅設定。咁啊，絕對咧就係睇得到啦。邊一個咧就係真功夫喺個技術方面咧就係比較優勝。咁好多就係話要揸到部車咧係甩嘅，不斷咧喺個彎每一個彎都要執住部車入彎咧，咁樣你就會快啦。
咁啊，因為大馬力嘅車咧，有陣時你收慢咗開油嘅時候，你就可以彌補翻喺彎裏邊損失嘅速度。但係呢一啲嘅賽車咧，你細馬力啦嘛，細馬力咧喺直路就冇速度，必須要喺個彎嗰度快咧，你先至會有着數。咁啊，所以你見到頭先啦，好似出咗意外嘅中華台北選手黃尚元啦，佢咧揸住部車咧飄住入去呢個文華東方灣，結果咧就飄下飄咗埋牆。咁啊嗱，而家睇到咧就2號車啊，咁啊鄧子俊啦，咁啊呢個圈啊而家做得唔錯啊，咁啊上到嚟第6位㗎啦，咁啊2分48秒399，咁啊但係而家鏡頭影住啦，咁啊而家目前啊24號車，咁啊另外一位嘅張振遠香港車手，咁而家排緊第4位，呢個圈而家嚟講咧就一路做嘅時間都唔錯嘅。嗱，路朗賢咁啊，另外一位香港車手啦，睇下呢個時間最後尾段時間咧，可能會有一個驚喜俾大家睇嘅。係啦，咁啊頭8位嘅車手當中有3位嚟自澳門啊，包括咧就係排名最前啦，鄭健生暫時排第5，排第6位咧就係2號車嘅鄧子俊，咁啊巴達華高咧就係排喺第8位嘅，咁啊啱先咧個位置亦都執一執啦，因為後邊有車手陸續咧就係做出一啲比較快嘅時間，巴達華高嘅時間都改善咗啦，2分49秒028啊。比頭先最快嘅嗰個時間咧進步咗有成4秒，咁但係仍然咧都未能夠上到去前5位嘅，咁啊要努力啲啦。暫時排頭位嘅咧就係鍾國希，2分44秒479啊。呢邊咧就係6號車盧朗賢，嚟自香港嘅選手。盧朗賢暫時排喺第4位啊，2分47秒17。咁啊呢啲嘅成績咧都好快嘅，咁啊喺上一屆嘅賽事啦，咁啊大部分嘅所有選手啊，應該係所有選手唔係大部分，都係要超過3分鐘。點解咧？因為上一屆賽事咧就喺雨天下面咧就係進行呢個嘅比賽，咁所以咧上一屆就唔作準，今屆咧就係乾地，而且個天氣咧亦都係幾舒服嘅。21號車，咁啊見到陳達文。咁啊，陳達文頭先前一個圈啦，亦都做咗好快嘅時間啦。而家暫時排緊第2位啊。咁啊，比起即係排緊第1位嘅鍾國希啦，咁啊即係慢咗0.892啫。嗱呢個圈巴達華高應該快嘅喎，咁啊因為連續4個路段咧都係做到綠色，俾自己時間係要快，睇下能唔能夠咧就係再擁前少少自己嘅排位。咁啊，澳門車手鄭健生咁啊上翻第3位啦，2分46秒316啊！咁啊，暫時咧就係排喺前面2排嘅位置咧。巴達華高又如何咧？咁啊，啱先見到巴達華高咧就係排喺第9嘅。咁啊，排喺第，呢邊咧就有部車，應該個尾轆咧係卡住個沙板啊，咁啊，所以咧就係冒起咗大量嘅濃煙。咁啊，呢個位置都幾影響賽事嘅喎，同埋佢停嘅位置都危險㗎。啱啱彎一出彎就，雖然有啲車攞個線位都係靠左邊啊，因為頭先有啲煙啦嘛，所以變咗好多車一入到嗰個位咧，咁啊分分鐘係睇唔到嘅。咁睇下大會點樣處理呢一個嘅問題啦。冇錯，咁啊喺呢個嶺南灣之後咧，咁啊見到咧就係尾沙板嘅位置咧就係出煙。鍾沛琳啊，93號車嘅鍾沛琳啊，咁啊嚟自香港嘅車手啊，紅旗。咁啊見到大會而家咧就係出示紅旗啦，暫停咗呢一場嘅排位賽。咁啊出示咗紅旗之前呢，咁啊見到暫時排頭3位嘅車手，包括有11號車嘅鍾國希啦，21號車同樣嚟自香港嘅陳達文，以及澳門車手鄭健生。咁啊鄭健生咧就係2分46秒316啊，比頭車嘅時間咧慢咗有1秒8嘅。咁啊暫停咗呢場嘅排位賽。嗱，處理部車就唔難嘅，因為響即係嶺南灣入邊咧，亦都有吊雞車咧去處理，但係要等晒所有車都入翻嗰個維修站，咁啊先係開始去處理呢個嘅拍埋一邊嘅壞車嘅。咁啊，由於嗰個排位賽嚟㗎啦，咁啊一有紅旗出現之後咧，咁啊個時間咧亦都係暫停啊，倒數時間暫停，咁啊仲有16分鐘50秒
咁啊俾呢班車手咧係去準備嘅做時間嘅。咁啊鏡頭影住啊，咁啊44號車，咁啊陳家平而家目前佢排緊第4位㗎。見到依家呢個時候咧，車隊工作人員咧就係最忙啦。我即刻換套新胎出嚟，睇下能唔能夠咧就係再做快少少啊！梁志浩咁啊，澳門嘅車手喺紅旗之前呢，佢嘅排位賽成績咧都唔算話太過理想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喺紅旗之後翻出嚟咧，咁啊能夠再做好啲。喺澳門車手嘅排名嚟講咧，暫時排位最高就係鄭健生啦。全場排名咧就係排喺呢個第3，其次咧就係去到巴達華高啦，排喺第9位啦。第10位有呢個2號車嘅鄧子俊啦，然之後咧就係72號車嘅梁景熙。咁69號車嘅盧卓賢啦，咁啊暫時咧就係排喺第18位啊。咁啊佢做出嚟嘅時間咧就係2分51秒248啊。係啦，咁啊，今場參賽嘅選手咧，佢哋都通過一啲嘅叫資格賽啦，累積咗一定嘅分數咧，先至能夠咧嚟到澳門嘅呢個比賽賽場。咁所以咧，佢哋嘅比賽經驗啊，或者喺個技術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保證。咁啊，頭先嘅一個意外咧，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事件。咁啊，只不過係嗰部壞車咧停咗喺一個比較危險嘅位置啦，咁所以大會考慮到安全性咧，必須係要出呢個紅旗，停止咗場比賽，清理咗個跑道咧，先至可以重新再展開嘅。呢邊90號車見到咧就係梁子華啦，嚟自中國香港嘅選手。咁啊，至於嚟自中國嘅選手有2位啦，周思睿啦，以及咧就係黃榮。咁啊，除此之外，中華台北亦都有游宇豪啦，咁啊以及啱先呢，就係發生咗一個意外喺文華東方灣發生意外嘅黃尚元。冇錯啦，咁啊響嶺南啱邊呢，亦都係出動咗吊雞車咧，咁啊將呢部車吊走嘅。工作人員咧就係再檢查一下路面有冇一啲嘅碎片咧，咁啊相信問題都唔大嘅，咁啊亦都成功咧就係吊走咗呢一部嘅壞車。44號陳家平，同樣嚟自咧就係香港嘅選手啊。今日個天氣咧就相對比較涼爽啊，咁但係對於賽車嚟講咧，佢哋停低咗都要 cool down 翻，咁啊盡量咧保持一個適當嘅工作温度啦，唔會俾佢 overheat。所以見到車隊嘅工作人員咧都會用一啲吹風機啦，係對住一個嗰個油冷啊、水冷等等嘅一啲位置咧，就係俾一啲鮮風俾佢，咁啊盡量咧係降低車嘅呢個温度。咁啊，賽事將會喺幾分鐘之後咧重新展開啊！係啦，咁啊，大會亦都係公佈咗時間㗎啦。喺3分鐘之後，係咯。係啦，咁而家全部都即將咧係準備重返呢個賽場㗎啦。
19號車嘅黃卓鵬，咁啊暫時嘅排位咧就係排喺第7位。嗱，特會工作員亦都係將咧就準備將1分鐘嘅牌舉起㗎啦。2號車就係鄧子俊啊，澳門嘅車手，2分48秒399，暫時排喺第10位。都好有信心啊！見到喺目前嘅狀況咧，係有機會啊，再排前少少嘅，因為佢同前面幾部車嘅時間咧都非常之接近。22號車葉懷希，咁啊葉懷希排喺第11位啦。13號有馮俊偉啊，嚟自香港嘅選手，2分53秒404。咁啊，暫時咧佢做出自己最快嘅圈速，但係個位置咧就係排喺第19位，仍需努力啊！咁啊，要再拱前少少先至有機會咧，就係爭取到一個有利嘅位置。咁啊，呢邊咧就係排喺第2位啊，21號車嘅選手啦，陳達文。陳達文都幾穩陣啊，安仔。我哋見到喺開賽之後咧，一路都有一個幾穩定嘅圈速。咁啊，佢就一早已經係做咗個快時間㗎啦，後期都慢慢揸穩陣㗎啦。咁啊，先係俾咧就係中國希超越嘅啫，因為第一個做快時間咧就陳達文。好啦，咁啊已經亦都係啊，1分鐘牌已經舉完之後，好啦，30秒牌亦都啱啱舉起。咁仲有16分鐘50秒嘅時間，咁啊俾佢哋爭取做時間啊！咁啊希望能夠咧就星期6啊攞到一個靚嘅排位出賽，因為攞到靚嘅排位咧9個圈，其實已經係個排位已經係決定咗你嘅名次嘅機會㗎啦。係啊，嗱，見到大部分嘅車手都冇偷懶啊，出到嚟咧都做咗係4-5個圈嘅呢個練習。遲出就大件事啦，咁啊見到一開始嘅時候啊，19號車嘅黃卓鵬啦，遲咗少少啊，即刻咧就係俾後邊嘅嗰啲車咧就係湧到上去，大家都好心急，希望盡快咧就係翻去呢個賽場啦，攞翻一個機會咧就係做圈速。你見到咧就係參賽嘅數目啦，非常之多啊，嗰啲車輛，超過25部車咧就係進行呢個嘅比賽。好啦，走咗出嚟嗰幾部車啦，又咪響前邊啊，咁啊比較會係着數少少啊。盧柏宇咁啊藍色車嘅，咁啊後邊啊亦都係睇到啦，咁啊幾部車亦都係跟住噶啦。咁啊其實響呢一度一去到發結彎啦，我諗相信幾部車會自然啦，將個車間咧會拉空少少啊。咁啊希望自己除咗就人都要就翻自己咧做嘅快時間出嚟嘅。咁啊後邊亦都係啊，咁啊跟住幾部車。咁啊已經好似係鬥緊正賽咁樣啦嚇，大家都一串咧就係黐埋一齊。嗱呢個 Outlap 嚟嘅，咁啊所以佢哋嘅時間咧就唔係話好重要，更加重要咧就係喺下一圈能唔能夠咧就係做出一啲快嘅成績。咁啊見到頭先咧就係盧柏宇，咁啊亦都係第3代嘅車手啊。咁啊原因咧就係佢爸爸啦、佢阿爺啦都係參加呢個大賽車，都已經有好耐嘅資歷㗎啦。咁啊嚟到佢第3代。佢嘅呢個條件啦，或者駕駛嘅技術咧，都係受到咧同行啦或者其他車手啊讚嘅。咁啊一位好好嘅年輕車手。咁啊暫時嘅排名咧就係排喺第8啊，2分48秒333。今場比賽咧一共有32部車咧就係出賽。咁啊撇除頭先有幾部嘅壞車啦，咁啊而家場上面咧都有成29部車咧，就係同一時間出翻嚟嘅。咁啊亦都見到中起部車未出嚟喎，頭先出嗰陣時係咪挫一挫冇出唔到咧？
咁啊，另外除咗佢之外咧，咁啊喺前邊嘅車手當中咧，40歲嘅陳家平啊，咁啊都仲未出響跑道入邊。咁啊，呢兩位車手咧分別排喺第1位同埋第4位。係啊，咁可能都心中有數啊，知道嗰個時間咧都係差唔多，或者等其他車咧咁心急出去之後咧，咁啊自己再揾一個適當嘅時機咧，再翻出去都未遲啊！因為而家個排位賽嘅比賽時間咧都足夠嘅，有成13分鐘俾佢哋做圈速。好啦，翻嚟將會進入咧就係一個計時圈，鏡頭捕捉住19號嘅黃卓鵬。咁啊，黃卓鵬暫時咧就喺呢個排位賽啦，成績排喺第7啊，2分47秒417。睇下呢一個圈咧會唔會係有大幅嘅改善啦？呢邊就影住79號李國全，香港嘅車手。14號嘅盧柏宇，咁啊果然經驗啦同埋膽識都好足夠啊！咁啊排位賽咧呢邊亦都係內線抽咗出嚟啦，喺葡京灣之前成功過咗對手啦，就係上前一個位置，希望咧就係盡快爭取多啲空間咧，就係做時間啊！佢哋都擔心咧，就係嚟緊會有一啲唔清楚嘅狀況發生啦，例如其他車手發生碰撞，因為你始終成30部車喺場上咧，好多嘢係控制唔到嘅。咁啊，唯一可以做到咧就係做好自己啦。咁啊，最快咧以最快嘅速度咧就係完成呢個圈。啊，見到19號車嘅黃卓鵬啦，連續2個路段咧都係做到綠色啦，比自己剛才嘅最佳圈速咧係要快嘅。咁啊，佢係暫時排喺第7啦。咁啊，至於另外啦，喺排位賽第2位，暫時排喺第2位嘅陳達文。咁喺上路嚟講咧，佢亦都做出一個係紫色嘅時間。咁啊，翻到嚟咧有機會咧就係升上去頭位喎。嗱，大家要睇一睇啦，21號。咁啊，嚟自香港嘅陳達文去到發傑灣，翻落嚟咧，進入最後嘅2個路段。睇下能唔能夠咧，就係上到去呢個領先嘅位置啦。好有機會啊！咁啊，而家比頭車嘅時間咧係快咗0.2秒啊！攞到好盡呢條線，咁啊翻嚟就會見到佢咧，就係翻去終點㗎啦。真係有機會喎！而家佢即係個時間啊！好啦，咁啊最後睇下終點。會唔會上翻嚟第1位？咁啊，佢曾經一度咧就喺第1位入邊嘅。係陳達文，咁啊見到21號車，哦2分44秒364啊！咁啊啱啱過咗終點咧，就係超前咗11號車手嘅鍾國希，上到去第1位。咁啊呢邊咧就係影住19號嘅黃卓鵬。19號又如何咧？咁啊而家個位置係排喺第12位嘅，時間就唔係話好快嘅。黃卓鵬。咁啊，最佳嘅成績咧就係第7，因為之前所做出嚟嘅2分47秒417咧，就係為佢帶嚟暫時第7嘅位置啊！澳門車手嚟講，暫時都仲係鄭健生，咁啊係比較快嘅一位澳門車手啦，排喺呢個第3，2分46秒316。咁啊，仲有另一位咧，就係69號車嘅盧卓賢啊。盧卓賢亦都上到去第7位喎，做到咧就係2分47秒36嘅一個時間，唔錯嘅。咁啊，暫時排喺第7。咁啊，基本上而家見到咧就踩到車啊，陳達文做咗快時間之後啦，咁啊睇睇而家目前啊，咁啊響頭嗰2個路段咧就唔係話十分之快。咁啊，亦都佢係頭先試即係嗰個做時間方面咧，第1個做出比較快時間嘅。咁而家暫時啊，咁啊，另外咧就11號車啊，咁啊，鍾國希都仲未出翻嚟喎嚇。係啊，鍾國希咧就係喺紅旗之後咧，一直都留喺維修站啦，未見到佢。咁啊，而家個位置咧已經被21號車嘅陳達文啦就係取代咗啦。
咁啊，中國希咧就係跌到落去第2位啊。咁但係呢個排位賽個位置都唔錯嘅，咁啊都係頭排起步。咁可能佢亦都知道咧自己手上有幾多嘅優勢喺度啦。咁啊，暫時就唔會話好心急。咁啊，反而後面咧就排喺第5、第6位嘅車手咧，而家開始咧就有少少要心急啦，因為佢哋提前一排咧，如果排前一排咧，對於整個嘅形勢咧就會係完全唔同嘅。特別就係6號車，咁啊見到咧就係路朗然啦。咁啊，而家同前車嘅距離咧只有0.2秒之差。咁啊，只要再推快少少咧，又再上前一排啊，咁啊對整個爭標嘅形勢咧又會唔同嘅喎。咁啊，而家睇睇盧柏宇啦，咁啊其實就中間時間啊2個時間路段就做咗綠色嘅，咁啊翻嚟下路啦，咁啊有一段時間第4路段咧慢咗少少，咁啊最後衝刺睇睇佢時間點啦。咁啊14號車啱啱準備衝過終點，咁啊名次方面只係上咗一格嘅啫嚇，咁啊響第9位啊。反而19號車嘅黃卓鵬咧，而家上到第5啊，咁啊時間大幅改善啦，咁啊2分46秒614，比自己頭先嘅成績咧係快咗2秒嘅。咁啊兩部排喺第2同第4位嘅2位選手咧，都係未出翻呢個維修站。喺頭先嗰支紅旗之後咧，一直都留喺呢個維修站裏邊咧，就係觀望嘅態度咧，就係對付呢場嘅排位賽。咁我相信佢哋都知道自己有幾多喺手啦。咁啊冇需要太搏，因為可能出到嚟咧會承擔另外嘅一啲風險，例如會受到意外嘅波及啊，或者咧會有一啲機件故障等等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都係採用一個比較保守啲嘅策略，留翻喺維修站。咁啊，至於其他嘅選手啦，包括咧就係澳門嘅幾位車手啦，陸陸續續都改善到佢哋嘅成績。咁啊，72號呢邊咧就係梁敬熙，咁啊亦都上到去第12位。巴大華高暫時排喺第13。咁啊，另外二號車嘅鄭子俊啊，而家目前部車咧就排喺第8位啊。好啦，睇下盧柏宇，佢哋響呢個圈方面暫時嘅時間咧就響即係第1、第2、第3個路段方面咧，咁啊做咗綠色嘅。嗱，有機會咧就係按照目前嘅進度咧，就係上到去頭4位啊！嗱，絕對係好理想嘅一個成績。咁但係都要翻嚟咧，就成功過咗呢個終點先至係即係算數嘅。咁啊頭先咧就係有啲車手咧爭少少，就係爭少少，咁啊爭100米未到終點啦，嗰個時間都唔成立嘅。咁啊所以而家千祈咧就係除咗自己要繼續 keep 住呢個咁好嘅形勢之外咧，亦都要希望其他車手咧唔好有任何嘅差錯。好啦，嗱，時間剩翻係5分鐘嘅啫，咪要做圈速嘅機會咧就係越嚟越少噶啦。咁啊見到暫時咧21號車嗱，仍然咧就係有機會將而家2分44秒364啊自己保持嘅呢個頭位時間咧，再要推快啲啊！係啦，2分43秒242啊！咁啊啱啱咧就係21號車嘅陳達文，咁啊過咗終點啦。咁啊，再將頭位嘅時間咧，就係推前接近咗1秒嘅。咁啊，至於盧柏宇，亦都上到第6位啦，2分46秒425。咁啊，本澳車手鄭健生嘅位置咧，就係下跌咗1名，去到第4位嘅。咁啊，原因咧就係19號車啦。咁啊，越揸越快嘅黃卓鵬啦，上到去第3啊。好啦，咪有部分車落嚟啦嘛，包括咧就係鄧子俊啦，咁啊都係最後一個圈嚟嘅咯喎，咁啊跑埋就落到嚟。係啊，好接近啦，因為只係得翻4分半鐘，咁啊會唔會再做多個圈咧？咁啊睇下佢哋啱先所做出嚟嘅時間滿唔滿意啦。
而另外呢邊咧72號車梁健熙澳門車手啊，嗱按照呢個排名翻嚟咧，佢就會排喺第13啊。喺下路啦同埋上路嘅組段咧，佢都要做出一個幾理想嘅成績，比頭先自己嘅時間係要快嘅。第11位，去到咧就係第11位，2分48秒037。3位澳門車手啊，包括咧就係2號嘅鄧子俊啦。仲有咧就係69號車，見到咧就係盧卓賢，以及咧啱先做出一個幾理想嘅時間，72號車嘅梁健熙咧，分別排喺第11、第12同第13位。巴大華高排喺第15，排名最高嘅澳門車手咧就係排喺第4位90號車嘅鄭健生啊。哇！其實而家見到咧19號車啊，黃卓鵬啊，依然都即係個戰鬥力驚人啊！嚟到呢個階段咧，都第1、第2、第3路段都做得相當之快啊！而家有機會啊！嗱，睇下而家19號車黃卓鵬翻返嚟終點前咧，可唔可以做出有更突破嘅時間啦？影住咧就係鄭健生澳門車手，鄭健生喺呢一個圈個時間都唔錯㗎，喺上路咧做出1、2個綠色。翻到嚟咧，有機會咧就係進入去前面嘅位置啊！咁好可惜啦，啱先喺呢個發結彎之前呢個時間就係拖慢咗啊！冇辦法咧，就係再改寫佢嘅呢個成績，仍然維持住咧就係第4位啊！呢邊21號車嘅陳達文啦，相信都夠晒啦。放慢咗個速度，因為2分43秒242啦，相信都冇乜車手咧能夠係威脅到佢。即係好穩陣啦，呢個嘅排位啊，而一路都紅旗出完之後咧，冇出跑道嘅鍾國希咧，都依然保持住第2個位置啊。係啊，一路坐喺度，都可以 keep 到咧就係第2位，咁所以咧可以想像頭先佢喺紅旗之前所做出嚟嘅時間咧係有幾咁快。另外嘅幾位車手都不斷咧係刷新佢哋嘅成績，包括咧就係澳門嘅車手啊。69號呢邊我哋見到咧就係盧卓賢，盧卓賢就係上到去第3位。距離格仔旗舉起嘅時候咧，仲有1分40秒左右啊。鏡頭影住就係澳門車手鄭健生，而家目前嚟講成績最好，佢排緊第4位啊。而半個車手嘅佢嘅成績係最好啊。落後頭車咧就有2秒7。當然呢個時間咧唔係話冇得追嘅，但係要接近咧，其實都要幾方面嘅配合啦。第一，自己要發揮得好啦。另外咧，亦都個賽道咧嗰個條件要配合。即係起碼唔會有太多嘅慢車係擋住。呢邊見到90號車嘅梁子華啦，嚟自香港嘅車手喺葡京灣咧就係衝咗出去緩衝區，都係收唔切掣，避免咧就係撞爛部車咧，先至係衝咗出去啦。少少嘅失誤啊，冇影響到自己嗰部車。好啦，最後40零秒嘅衝刺啦。係啊，翻到嚟我相信都過格仔期㗎啦。冇啦，而家見到咧就鄭健生都呢個時間咧應該把唔到啦。翻到嚟都仲有31秒，估計咧就再做唔到時間㗎啦。另外22號車嘅葉懷希，呢個位置咧都睇一睇啊，佢喺下路啦同埋上路都分別有2個路段咧做出綠色，比自己最好嘅時間咧係要快。預計翻嚟咧佢會係上升去到第12位，會取代咧就係澳門車手鄧子俊嘅位置。能唔能夠成功咧，都仲要睇埋下路嘅2個路段。好啦，格仔旗就出咗㗎啦。睇下翻到嚟咧就衝格仔旗。係啦，可以肯定咧就係排喺第1位出賽咧，將會就係陳達文啦，香港嘅車手啦。
咁啊，11號車嘅鍾國希咧將會排喺第2位出賽，19號車嘅呢一位黃卓鵬咧，嚟自香港嘅車手咧就係排喺第3，2分44秒995。咁啊，至於本澳車手方面咧，成績最好就係96號車嘅鄭健生啦，咁啊排喺正賽第2排起步啊，2分45秒932。咁啊，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嘅成績嚟嘅。希望喺正賽咧就能夠企上頒獎台啊！鄭健生。咁啊，鄭健生而家目前排喺第4位啦，咁啊都算成績就唔錯嘅。咁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星期6咁啊呢個賽事咧只係賽9個圈。係。咁啊9個圈當中咧，呢個排位啊真係絕對啊好緊要嘅。咁啊，鏡頭影住啊14號車盧柏宇，可惜啦，咁啊最後嘅成績排喺第6位，咁啊後邊咧就亦都有79號車李國全，咁啊李國全而家目前嘅成績咁啊只係排第14位嘅啫。而呢邊咧亦都有部車咧就入嶺南灣之前係停咗啊，曉龍啊，咁啊呢部車而家暫時嚟停咗一邊，咁啊究竟有冇咩意外我哋未知啊，咁啊但係亦都係睇到啲車咧，咁啊79號車咧亦都係李國全，咪亦都係準備翻嚟維修站入邊。好啦，咁啊最後名次方面咧，咁啊陳達文咧排緊第1位啦，第2位鍾國希啦，咁啊第3位啦19號車嘅黃卓鵬，第4位咧咁啊澳門車手咧鄭健生啦，第5位44號車嘅陳家平，咁啊至於第6位咧就14號車嘅盧柏宇，咁啊其他嘅車手方面嚟講咧就69號車啊，另外一位本澳車手咁啊盧卓賢，咁啊目前排緊第7位。係啦，咁啊希望佢哋喺正賽嘅表現咧會有更加好嘅發揮啦。咁啊呢一場嘅排位賽咧，叫做都係幾順利嘅，因為喺紅旗出現嘅時間咧，都唔係話有一啲大嘅碰撞，咁啊一啲輕微嘅碰撞啦。由於壞車嘅關係咧，就係停低咗，所以先至咧就係出呢個紅旗。咁啊呢一班都係叫做港澳嘅高手嚟㗎啦。咁啊所以咧佢哋駕駛嘅經驗啊、比賽嘅經驗咧，絕對係足夠。係啦，睇完今日咁精彩嘅比賽之後啦，安仔我哋聽日先至再同各位觀眾見面咯喎。留意下聽日啊，咁啊7點45分，亦都係第一項嘅賽事就係格蘭披治電單車。咁啊，聽日再見，拜拜。